如果你可以每日堅持有效日更2年以上，同埋每個星期咧都可以堅持有3場以上嘅直播，我哋係冇見過 IP 咁樣做而揾唔到錢嘅。如果你做咗2年，你都冇喺呢個 IP 裏邊揾到錢，你肯定犯咗低級嘅錯誤。一，你係冇金句，你視頻嘅結構咧係冇爆款，並且你呢個視頻嘅清晰度、畫質係唔夠。仲有一樣嘢，冇堅持你嘅直播去復盤。做個人 IP， 好多人認為我今日想做呢個，我就做呢個內容；我聽日想賺其他行業嘅錢，我又做其他嘅內容。一直喺度換賽道，一直喺度換內容，最終佢都係揾唔到錢嘅。做個人 IP 你要垂直，你堅持做一行，每星期堅持直播，咁樣你一定會喺你個人 IP 度攞到你想要嘅錢。平台要嘅唔係一個明星，佢要嘅係一個打工人，堅持每日喺個平台上邊去輸出內容俾佢，咁個平台係會俾流量你，俾扶持你，而唔係話有創意，但係你1年可能得3條有創意嘅內容喎，咁樣係冇用嘅。肯定輸出呢4個字就有99%嘅個人 IP 佢都係做唔到。記住呢句話，創意係起點，體力係底盤，心力先係你嘅護城河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，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